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你会记得2月初1的时阵，这群人开始上班，新科立委上班40天。国民党提出了5条法案要来拼。总统选举理论制6批日职爱缩短，还有藐视国会会关你去弄下底，这到底安怎一回事？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跳雄曲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智库资深委员吴锡志。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资深媒体人谢厚志。大家好，大家安。第四位，资深媒体人陈明峰。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到底国民党提出的国会改革5法，立法院呢已经一读通过，要交付到委员会，包括什么呢？引起了争议的暂定藐视国会罪，这是刑法哦。另外，总统投票要改议论制等等。民进党党团总调郭建明伫面册批评，因讲这个内容是毁败的毁宪乱政。同时呢，国民党的立委数节差，民进党党团嘛按算提出家己的版本来做国会改革法案。啊，那这边拿笔是反击郭建明，唔知影反省，刷落来司法委员会会变作是调野攻防的重点。立法院初八举行宴会，为民进党团提出的国会改革2.0修正法案了后，国民党团提出改革5法，增加藐视国会罪，缩短6会执政年限，总统投票改一轮投票，加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常态化，全部一读通过，付费审查。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伫面册批评，这内容毁宪乱政，国民党立委素质这么歹，30年来唔捌看过。同一个宪政体制下，为什么以前他觉得没有违宪，那现在又说是毁宪乱政？我觉得民进党可能有一点误会啦。柯建铭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我们这个两党的团呢，在这个会期要合作，共推这些政治改革法案。国民党团反击表示，郭建明自我感觉良好，唔知反省。对国民党引起争议的法案，民众党表示会伫委员会支持，民进党团会推出全面改革方案，包含艺术革新、组织改革、国会改革，绝对比南北两党团提案较好。民主进步党也组成了国会改革专案小组，由吴思瑶我本人担任召集人，目前正快马加鞭与学者专家对话讨论当中。帅气的司法委会一定会加做调查攻防重点，另外一个关注焦点是 NCC 进出。立法院11月邀请 NCC 主委陈耀雄进行专题报告，不过捌做 NCC 委员的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收到书面报告了后，批评内容空藐视国会。民进党立委党团总调黄国昌也表示会退回定写。记者综合报道。咱头仔看到这个新闻大当中吼，讲了真侪代志，但是我要先问邱老师一项，即卖是算作是看修累过，看修累过期间，要来推动新国会新民意的这个法案，这案呢有合情合理啊，而且含这个逻辑，安尼是对啊唔对？基本上即摆是一个咱讲看守内阁啦，看守的内阁。啊，一般来讲，伫咧看这看守内阁一段期间吼，行政单位上好唔通去提新的法案，迄限制行政。但是即摆是立法院吼，甲看守内阁较无关系。即摆是等于讲，阮立法院本身啦，阮要改革。吼，那经即马看起来，国民党经5个嘛，一个叫做人事同意权嘛，啊，一个是藐视国会罪，啊，一个就是立法院的调查权，啊，个就立法院院长甲副院长的投票方式，吼方法啦，改做爱记名，吼，就是知影讲倒一个委员投互啥物人，吼，啊，另外就是总统国情的报告，吼，这4项即马看起来有迄个真极性的。
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总统的国情报告常态化。哦，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咱新的总统赖清德先生伫5月20，就是要做总统啊。这会期是可能不会实施啦，哈但是后会期差不多伫9月开始，迄个会期可能得用到这点。所以这个法伫这个会期内底有迄个急迫性，有迄个需要。甲制定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迄叫做人事同意权。等一下人马上就会处理了。头拄你有讲到 NCC 后一个会期想要处理这个会期除了NCC 以外，还有一个大法官提名。所以还有柯庆怡。后壁还有柯庆怡，柯庆怡可能伫后一个会后会，这个会期嘛有可能。这个会期，若算总统伫5月底有提名因为照即摆的办法，照规定是爱伫即摆现任的因的任期结束以前3个月爱提名这届到8月底。所以5月底以前爱提名，5月底提名到6月是立法院加开一个临时会嘛就来处理科技委员。所以讲人事同意权甲迄个总统的迄报告这两个法案有迄个急迫性，我咧按算啦应该是。这会期应该会处理这2点，另外迄几个尤其是藐视国会罪因为迄涉及到有人要坐家的，所以这条咱小咱再来讲我们请这个吴老师你来看，那时候 Q 老师是讲这人事同意权呐，甲这个国情报告呢相态化，而且后面佫写啥呢？一问一答，我问你，你来回答；我问你，你回答。这实在是，敢若是迄个质询共款。你家己的看法？当然啦国会改革是基本上每一个政党拢有提出伊的方案嘛大部分咱看到讲，为着要做国会改革，目的是啥物嘛今日目的是希望讲国会它扮演立法权的角色，会使行使伊的立法权嘛。同时在这个立法权的过程当中，会使做到监督制衡的这个目标嘛。但是问题是讲，即摆是讲请总统来去国会做报告，还是讲这个国情演讲也好嘛基本上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监督制衡的效果第一个，我有行政院长。本来就必须要进立法院来接受总质询嘛，质询等等各方面，还有各部会的首长，所以总统轨也在底下1对1的质询，这目的是什么？也在增加我们的相关行政相关的被监督，还是说可以达到一定程度推动相关的一些政策上，让民众可以看得更清楚嘛？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基本上表演的性质居多。如果是说总统跟立法院国会直接上擂台那当然它的政治效应一定是超过于在讨论政策上的这个理性的讨论嘛过来总统一个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形象所以基本上国会要请总统来做这个国情咨文报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可以，但是1对1的质询即问即答这样的一个总质询模式，这个。已经有立法院的，已经有各部会的首长，刚刚需要总统，这目的是啥物？就我来问2位拢照国会主席的，何自己认为的？国民党今麦提起5个，大概除了表示国会比较有违宪的争议之外，其他4个大概基本上是没有啦。因为我问讲，你国会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到底需要做到什么程度因为不管是徐老师以前做过国大，就是不管国大的那个当初对总统的这个国情报告，而且理化委员的总质询，迄本来就渐进式以前拄要开始的时候，行政院也不是一问一答，伊慢慢来，因为讲他这边有一个差别在于说，宪法侦查文针对国情报告是得，而且是每年，总质询是每个会期，而且是应，这2个无同款，所以讲是我立法院要请，你总统才有来，这不是一个固定的物件，是应该的。我可能不爱请你来宪法侦查文改这么久，唔捌来过嘛？你是不是要定到这？你定我4个每会期来，就他即便即问即答也没有违宪的问题啦。要么讲你讲有需要安尼，我讲上简单的嘛你即马一会期差总质询，你差不多爱去偌久呢
要超去过半个月啦。吼，一个会期4个月，啊你就过半个月，你总统敢有可能赶快过来一摆？来一摆。啊，那3个月拢咧即顺，啊你什么时阵在审预算审法案？就讲这物件毋是讲违宪不违宪，是讲你即马敢有这需要？好，因为我国民党即马问题是讲，伊真久毋捌做过国会，不要说过半，上大党啦吼，伊让人去改时，伊就天马行空啊！你要有需要，因为拄啊老师讲的嘛，你这是作秀的物件，好，你要做到大，你要开偌济时间，你会排挤到你其他时间嘛？你本来要过法案，你本来就要去做其他审预算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你的舞台啊！你是不是要为了这一个东西去排挤到这么多？我讲国民党即马是讲，你先做一届吼。做大家了解迄状况了后，你刚刚讲我欠啥，我再修，我再改啥？你包括像他藐视国会罪这些物件，就讲这个真有违宪问题，因为4至585号就讲你可以罚钱，好，你可以对于不来的，我要求你来，你来花钱啊。可是你今天来讲说你要把它鬼个楼啊对啊，当初大法官没有给你，而且再一个就是说他现在的状况，大法官当初给你是听证调查，好。我听证，我叫你来听证调查的时阵，你无来，我就要罚你。啊，今麦是讲总质询的时阵，那反质询的时阵，不，这个东西，我觉得，而且这中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说，因为它定在刑法，好，刑法最后是谁说他藐视国会？是法官公料造成，好，啊，检察官也可以去调查，啊，这个东西，你对立法院来讲，你的事情结果跑到检察官去调查啊，法官去判决。高利加害损，你对他产生什么威吓的效果？无嘛，所以你何必把事情绕得那么复杂？就画都画个真大声，啊，你敢有需要？啊，你有办法落实？这是在考虑的。这我请民宏来问哦，你感觉这个藐视国会罪吼，像头仔何是讲你这应该是属于内规吼啊？你希望来到阮贵宝地吼，啊，你就要遵守咱的规则。结果送去法庭去甲做刑罚，要罚钱呢，讲会当关1年呢。这是讲算笑吧，我想吼。哦，这是提案呢。是啊，对啊，你试看嘛，所以大家就反弹啊，你就讲，那你立委啊，你辱骂官员，你嘛爱关3年无？好啊，你那个迟到缺席，没有尽到立委的这个职责的时候，你是不是嘛爱关3年？因为你嘛是藐视国会啊，对不？你做立委你唔去上班，你唔是藐视国会，权利是相对的啦。对啊，对，食较大声的时阵，是不是用分贝来测？对不？是我立委美丽较大声，还是官员你回答的时阵较大声？这算藐视谁？谁藐视谁？这样谁侮辱谁？所以这种法案就是很幼稚啊！哈，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政党会轮替的。你不要以为哦，国民党一直都是国会最大党，然后这个对方都是这个所谓的。什么行政权都是在民进党手上，万一下次轮回来的时候，你藐视国会罪，你要不要处理？这个整个国会最大的藐视国会罪有2个案子啊，一个就是郝柏村当行政院长的时阵，就挥手大家拢走啊，这就藐视国会啊！我不要和你咨询，我就规拢回走。第二件代志就是迄马王政的时阵啊，立法院长写文章骂。行政院长写文章骂立法院长，这是不是藐视国会？你规个你斗争立法院，你不是藐视国会？啊，你当初这个法案定的时候要不要溯及既往？连当时的江宜桦跟郝柏村一起办，虽然郝柏村现在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就说你这种东西就是开玩笑，你只是觉得说哦，现在民气大家都很讨厌民进党，所以呢要搞一个什么东西，这种东西说到底是不合理的。然后其他的东西其实嘛是让违宪边缘呐。那这个东西只要一通过，我觉得除了立法院正副院长记名投票，这个可以自己可以修立法院组织法之外，其他都违宪呐。这只要一通过，我送宪法法庭释宪，马上就打回来违宪，因为这明文规定很清楚啊，就是说你没有人事听证权，立法院不能的没人事听证权，听证权的权利，它就是一个
他这种听证权跟这审查会的审查是不一样的啦。听证权跟他听证权听起来就跟美国的好像是一样。好，我这个有一些司法的，有一些司法的性质存在这样子。那可是问题是，台湾的立法的审查权，同样也是执行权的变相而已。它只是审查你这个人事，你不是你这如果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丑闻，我在对答的时候我把你爆料，你就完蛋了，就这样子嘛。那你藐视国会对这个，我看你把这个全部交给司法，司法会觉得很麻烦，司法的负担一定做叮当啊。好，你们都去交司法，大家你处理寡有诶无诶吼，然后国会议员拢去唔拿哦，即马我听讲迄个民进党委员吼，即马一日间发假动，假级动员都无法度，以早拢操议会时阵爱拢人轮值啊。啊，拢会当登去选区去服务啊！即马就一天拢拔掉啊！对啊，你尾仔就你尾仔就有得调啊过，大家拢去法院集合啊，假动拢去立法院集合，拢去地方法院集合，毋是立法院假动啊！而且我嘛感觉足奇怪，像一寡什么2轮投票那个东西，为什么是有后来有没有表决通过，还是民进党默不作声就让他过了？嘿啊，默不作声互伊过的时阵，就表示讲。你国民党提这都无好啊，根本就违宪嘛。伫遮来，我搁头来看吼，其他国民党副委员会重点的法案吼，当选采取绝对多数，吼，即摆是相对多数吼，要来改做议论制，吼，修法就会使，无需要修宪法。那也无可能修宪，爱修宪。我跟你讲吼，这法律你也学过法律的人，你拢知影，有一寡法律的字句若是伤模糊的时阵，你就要回去翻译的立法意词，伊是到底是爱无爱法啊？对啊，所以说你来无违反啊，无违宪啊，明明就是你违宪嘛。好，再来邱老师，你认为这个选罢法，伊讲直接来改做免直接改这个选罢法免修宪，安尼敢有道理？你讲总统要选总统嘿，总统迄哦，总统迄选举的办法改做若准讲要2轮来投票吼，这可能会有宪法上的争议，一定会发生。因为咱即摆宪法的规定毋是安尼，吼，咱即摆宪法规定就是讲总统、副总统咧选举的时阵，总统甲副总统甲一组来选得票数上悬的迄组当选，这就是说咱常常咧讲。汪老师拢讲啊，唔捌啊。不，对，因为吼。这条咧定的，这条宪法咧改的时阵吼，就头拄好互你有讲过嘛。迄阵我当咧做国大代表，所以这条当初的规定，我知影伊的来源。对啊。伊即马写的就是我讲的相对多数决，就是一概投票，因为我本来我是赞成2人投票制的，这我先讲，我赞成2人投票制，但是咱即卖宪法的规定，当初咧修宪的时阵，国民党甲民进党各做伙，因就是赞成相对多数一概就算出来，所以即卖文字就是安尼写这若准备。要改因为若准立法院要用迄个法律来甲改过一定是送去大法官会议所以这条我是感觉会有争议但是咱头拄咧讨论的国会改革这5项讲有违宪，这我较无我较无安尼看第一个上简单就是总统报告这点互你知影嘛我咧做国大代表迄阵咱的总统叫做李登辉嘛我做4年国大4年国大5次会议，拢总开5届5届内底，我会记李登辉先生可能来过3届第2届我是第3届第2届因咧制定这个规定的时阵讨论过可不可以即问即答？我连这个我在做民意代表，我上希望即问即答安尼上媒体的机会较多建功立业的机会较多所以大家拢希望即问即答。是综合回答。但是到尾袂使，为什么呢？因为迄阵宪法学者有出来讲，因为总统不是最高行政首长。最高行政首长，因为咱的宪法到即阵拢无改，是行政院院长。若阵总统去即问即答我会使提问起个案，总统若阵讲回答了
啊，主管机关讲，哇，总统讲的唔对，但是我嘛袂使讲跳起讲举手讲总统是咧，你讲了唔对，伊唔敢讲啊，到尾要安怎？做了到底，若准做唔对啊，是总统要负责，还是行政院长要负责？行政院长还是主管机关主管部会首长爱负责？政治责任的乱理啊！所以迄阵阮到尾啊，迄阵第2届国民大会代表就决定讲，阮一天，比如讲拢总有30个代表甲问过，总统可以合一答复，一届答。综合答复啦。总统通文通答。伊入来的时阵，伊先做一个报告，报告了后，逐工就是差不多1礼拜吼。迄阵300多个国民党代表嘛，300多个嘛，差不多1礼拜。哦，所以我迄阵就知影讲，李登辉身体有偌好，伊坐伫遐半工坐伫遐4点钟有无？中去放了1届尔。哦，拢坐伫遐，拢无转动。国台代表拢唔知。我知影讲哦，李总统的身体真好，但是代表拢走来走去，调到我才坐伫遐，无调到我哪会坐伫遐咧？所以基本上哦，也是总统的意思。所以讲我这重点是讲即问即答，真有可能会触犯到法律的行政立法分权的问题。所以这点即问即答，我是感觉讲唔通啦。但是总统去报告，这条法律规定已经超过20年了。这条是对的哈，超过20年的，这是 OK 啦哈。20年来，立法院拢唔捌，从来唔捌去定这个办法出来。即马咧查这，拜托，即马这会期一定要甲做出来，唔通即问即答啦。吼，迄代志的变作做好做。这可能1个半月拢踮遐咧即问即答。是啊，你看，你即马是可能113个嘛，113个。一人15分钟，你甲算嘛？一人15分钟。这用计算机算得出来啊！你无可能讲我一天8点钟，拢咧做这嘛？你1礼拜2届宴会嘛，2次宴会，你上加一天互伊嘛？你一定话迄天你爱处理法案啊！所以你甲算好伊要拖偌久？所以即问即答，我是感觉讲无可能啦。除了时间不允许以外，上重要，伊可能也涉及到违宪的问题。但是立法院要执行这个权利没有问题。第二个，我稍微提一下，藐视国会罪没有违宪的问题，绝对没有违宪的问题。美国在英国，因有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因是不成文法国家哦。哦，因有这个，因的国会有这个权。较早的时阵，因的权到什么程度呢？讲你有成立藐视国会罪没？唔免法院来判，是国会本身咧决定的哦，是国会本身咧决定哦，唔是像说头都互你咧讲的，讲交互法院哦，交互法院是美国到19世纪的时阵，才交互法院来决定。所以咱即马藐视国会罪。到尾啊，来判断讲有成立无成立，一定爱互法院，一定要互法院来判。但是藐视国会罪本身是没有违宪的问题，但是呢，因为伊也涉及到，可能也涉及到个人人身自由，因为你也要讲掠去关啊，所以有2关很重要，第一关一定要经过院会集体同意。你才会使移送你袂使讲我委员会规个到投票，到投落到三票，袂使，你这一定按院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单一 case 爱投票啦。对，第二点，构成的法律要件要很清楚袂使不能模糊，浪费司法资源，不能模糊，也没有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因为那讲较歹听啊，基本司法院。无啦，伊若是讲本来就足侪法人伫遐嘛。我怎吼听老师安尼讲，我继续问各位吼，伊则讲吼，你若是隐匿啦吼，还是不实虚伪吼，这我相信这就是做假哦，这你应该受罚。你反质询的定义是啥物？老师，规条的定义拢做歹定义的啦。反质询会使定义啦，唔是讲完全袂使定义啦。对，我知影会使定义，但是差不多是啥物？每一个 case 内底吼，一定有很足大的争议。
啊，譬如讲啦哈，我问，比如讲高端啊，我假如说我是立法委员，我今晚问讲，你高端，你高端的这个价钱怎么定的啊？可能部长伊顺口开嘴就讲啊，我哪会知？哦，啊你知影无？这句就变做反质询。因为我问你讲，你知影讲这以为什么一剂有没有要定价在$78？你怎么定的？一般正常一个官员回答，也可能讲$78，是怎么样回答？也可能他前面如果有火气大，火气大，啊，伊怎么讲？我哪会知？这会使。我讲我哪会知？可能啊，个会使。我即摆问讲，你知影无？这句就变成反质询啦。哦，所以讲反质询吼，摕来做刑事处罚，我嘛感觉我不恰当。我是但是哦，你隐匿，说做伪证，哦，甚至暴力相向，包括语言暴力，你去死好啦，哦，这款语言暴力嘛，迄拢袂使啊，这一定爱有迄个用藐视国会。所以我也要问三位啦，就是讲，因为这个藐视国会罪吼，是行政官员对委员，那委员啊，当时有这种态度，对，这刑法不应该是平等的啊？还是讲你来遮，我就是上对下，你就要安怎？这边啊来理解这款代志来，是的。是啊，对啊，老师嘛讲啊，吼，基本上咱要去了解讲一个官员伫咧国会内底，伊的回答的方式是按如何去定义啦？我讲定义当然，委员讲你有反质询，你就有反质询，但是问题是讲这反质询的定义上，每一个人讲的都无共啊。我觉得你态度在反质询，我觉得你这用字在反质询，但是问题是讲涉及到藐视国会，会涉及到刑事责任这部分，其实我觉得是立法权的扩大了。好，就都要出席您讲。我们如果不管是从美国的三权分立，或者是我们的五权宪法，哈，基本上代表的是每一个权都是对等的嘛，好，对等的概念，然后再是相互制衡嘛。但是问题是讲，起码立法院，我因为我质询你，所以你官员，不管是你好造假，或者是等等任何原因反质询等等虚伪陈述，所谓的虚伪陈述又什么是虚伪哈？我刚刚这有当时啊，在立法院里面这种修美本嘛，基本上都会修美本嘛，就是讲，我现在说你反质询，过去当中，难道委员在立法院难道都没有讲到反质询？我认为你是反质询都有啊，但是问题是讲你反质询涉及到我今天可以把你抓捕起来，你也在好的乖，这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它的比例原则是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依照立法跟行政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是立法权的扩大哈。那当然，藐视国会这部分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啦？就是说，如果今天藐视，因为刚才老师讲的是英国，但是英国是内阁制，哦，议行合一，行政权本来就是也同时担任了国会议员，好，那台湾不港嘛，那台湾就是分立嘛，好。在这个分立的状态之下，英国当然它的藐视国会的它那个程度，在从他们不成文的宪法上，当然是国会是很大的。最近大。对啊，但是问题是，咱台湾不是安尼，咱台湾的行政权跟立法权在宪法上是相互独立的啊。那相互独立，当然你要制衡，你要监督，当然在我们现行的立法院相关的一些施行办法都有嘛。但是基本上你藐视国会，要形成一个刑事上的罪。哦，我觉得这个某个程度上是有待商量的。我是刚刚讲，会提出来，大家来探讨，这是 OK。但是真正要来变做法吼，可能要想较济吧，或是。我先讲多，你讲立法院委员对官员了吼，那个很东西很简单呐，宪法的言论免税在那个地方啦。好，你什么都不要跟他啰嗦，我给你搞得多好你啊！好，尤其在院会总咨询的时候，那个就是最标准的言论免责权，那个宪法给你的权利，大家讲迄被平等哦，那种讲假啦，讲你讲藐视国会这些物件，我如果讲585号是有给你这个法源，好，只是你不能够做刑法，好，他只是不可以，你可以罚钱，585号里面写的是这个样子，罚钱啊，你嘛，也可以罚钱，好，那。
这个东西其实原本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为什么？就是说，你行政部门有你自己行政伦理，你的政治责任，你怎么会到立法院去反质询？基本上说你升到伤超过嘛，好，升到伤超过，然后说基本上你看官员每个都在立法院做战狼，才会有这个合理性跟正当性的。你如果说你官员的答询都很正常，我跟你讲，听他公这样，然后搞你欢迎啊，为什么会合理？就是刚曲老师讲。这东西不是没有法源，只是我刚刚讲的不能用刑法。那至于说标准很难定，我跟你讲，其实也可以很好定啊。好，我就主席制止你3次嘛，还是4次嘛，那种东西很简单嘛。我韩国瑜跟你讲说你这样是反质询，好3盖4盖，我了，你继续安呢？好，那就是你不要去定细节啦。你要去定细节的话，我跟你讲，你就会掉入圈套，定不完。对，我就想说，但是问题是回过头来讲，比如说像前一阵子讲到那个。就前几天嘛，立法委员问说啊，诈骗这么猖獗啊，你跟他讲说股市上2万点，哎，这刚有行，对不？这个看不超过啊，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就是说，其实也是你官员本身自己要有一个自己的克制嘛，啊，不然的话你就变成打开来行没，对不？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可以有，只是我认为就是说从585号过来，我认为你定在刑法里面会有问题，但是你要用其他方式去解决。但是最重要说，你官员本身就要自己踩稳自己的立场。我是相信要有规矩啦，哈。对啊，你本来就要踩稳立场啦。啊，2轮投票那件事我共解啦，哈，因为2轮投票那个东西，我跟曲老师的观点基本上是接近的。我认为或许会好啦，或许会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国民党在提这个东西，他要去搞清楚，2轮投票不是对大党有利，是对小党有利。是呀，越小的党越有利，他就没有西瓜效应，没有弃保的问题。如果去年有2轮投票，是柯文哲还是他哪一个是先出现，很难讲。不知道。那么2轮投票这些有没有违宪的问题？其实你像苏永清，司法院副院长，他就认为没有，他就认为没有，那他就不是他应该讲，他认为有那个空间啦，卖公无啦，要不你这物件上买啊有啊是无，一定是大法官会议决定嘛。啊，你国民党以这届大法官会议的表现，你是多一条视线列轨啊，列赢啊，啊你我讲安尼，我就安尼讲，这届大法官其实不及格啊，有史以来最烂大法官会议，讲实在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啊，以他的表现，你有哪一条会过？啊，你开这时间要创啊？对不？你即摆立法院有别项物件让做啊，遮济民生法案也让做啊。你伪装有一定要去做这条，浪费旷日费时，又可能没有结果。好，我就觉得说，国民党不要一直去碰那些跟宪法有关的东西，有别的东西现成可以做。就是国会改革，大家都听起来很重要。我跟你讲，一般民众当然希望你过一些更实际的。黑物件不是讲我不爱，对我来讲没有那么急迫嘛。你。有民生法案你就先过，啊，你迄个物件你就慢慢来，慢慢讨论，讲起来，包括刚刚讲的要不要即问即答，或者说像这2轮投票，或者这些东西，其实你都应该找宪法学者好好来讨论，大家讲慢慢讲哈。啊，比如说调查权，你的调查权，你又不能碰司法，你又不能碰监察，那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你怎样嘛？你就把苏永清找来嘛。好，你们当初做585号解释的时候，学者很多，不一定要找苏永清。不是啦，我举例啦，我说，因为他毕竟做过，他明明就做过大法官嘛，啊，你们当初做那个释宪的时候，你们认为那是什么东西？对，好，因为他做过嘛，他跟一般司法学者不一样，那当初的判决是我下的，好，啊，你们做应该是什么东西？你们这些东西讲清楚之后，你再来提案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现在就是搞到一堆？或是你是不是认为讲因这挂新政啊？立法委员提案是太龌龊，太潦草。我觉得不是，这些都不是新科提的啊。有哦，迄柯乌金毛提。你没有啦，你讲的那个2轮投票是啊，这种东团哦，但是那个国会改革是党团提的啊，那个跟东团哦，跟新科没有关系啊。以可能提案，不然东团。人伊头一摆做东团啦，做你会做就顾啊，你跟他讲啊，对不？那个就跟新科不新科没有关系。恭维啦，就说那个不是新科不新科的问题，是说你在关注的时候，你其实有更多可以跟民众有关的东西，你先做嘛，你那做了好，你再慢慢来嘛，不
不是黄国昌讲做这个，你就跟着去做这个，那北通啦。是因为即摆才想对吼，是国强老师讲的嘛，哎，面吼。那我感觉藐视国会罪是最难定义的啦。你要安怎讲是藐视国会？但你讲你没有讲实话，可是有一些国防机密就是不能讲。如果迄个国防的官员讲出来了，伊嘛是要去受刑法的处罚，因为他可能泄露了什么国安的罪，那也是很严重啊。拜托这个藐视国会这种差来差去，大家拢嘛有啊。你伫行政部门，你就感觉立委水准足差的嘛。好多你问迄有啥物猪肉一斤对倒来安怎？这种代志，你互社会公平的时阵，大家不会觉得说你要定这个藐视国会罪，对你们国民党有利啦。所以讲，你除了这个我除了泄愤之外。我是不是要观察民意对这个新国会的表现？我觉得最可笑的是讲，你国民党好不容易拿到第一党的这个席次，你应该表现出一个比较关心民生的问题，来展示你们是有这种的能力。你当初无投予我中央执政权的时阵是唔对的，你敢予我国会权是唔对的安尼，你应该是标很安尼予人看，而不是你一上来你国会是你多数，你是东家的人，东家不闹事，你这句话你有听过无？那其实藐视国会罪这个规定其实。有一寡我会记啦，咱们立法院来插来插去就对啊。但是有一寡代志，我是感觉是可以成立的啊。但是伊毋是上刑法，伊是譬如说这个委员会邀请多一个部会首长来报告，这个部会的首长故意无来。我会记你陈水扁建府的时阵，那个国安会的秘书长跟总统府的秘书长拢无被来。然后整个委员会就通过藐视国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个行政官员被国会规个委员会谴责你藐视国会的时阵，你行政院你就应该要头壳摸一修，还有总统。你可以冻结你的预算啊。对啊，一般是用冻结你的预算啊，对吧？你国会最大的权限就是冻结预算嘛，就是删除预算嘛。啊，你这种把它送宪法，你是？唔知是闭三棒嘛？我是感觉是爱慢慢讨论啊，一算嘿。藐视国会罪吼，藐视国会这个罪名哈，我这个补充一下，我头拄有讲过哈。这个官员哈，伊到底敢有真正藐视国会？袂使互一个委员去决定，嘛袂使互委员会去决定，一定爱经过全部议会113个人做伙。那准讲113个立法委员拢感觉讲伤超过啊！哦，某一个官员吼，伊伫委员会内底，也是伫院会内底，伊的发言、伊的动作已经伤过超过啊！113个内底有超过一半认为讲，这应该成立藐视国会罪，上去法院有法院来判，伊经过2关啦。哦，所以咱头拄咧讲的讲可能1句啊、2句啊，也是什么动作吼？譬如讲，有拄一支镜头出来哈，这款动作哪阵有出来？敢有藐视国会啊？这无韩国有甲讲3摆。好那讲3摆，这是会使哦。这个是一个标准哦。对啊，准讲主席啦，迄就是讲主席。无啦，我是感觉大家好，我慢慢啊讨论啦，这无紧嘛。我安尼讲藐视国会罪，这对一个国会来讲，伊要互伊执行伊的国会权是真重要的。哈，咱到即阵为止啊，基本上就甲杀开啊，无啥敢互伊啊，但是惊伊后边来啦。啊，所以咱即摆爱想办法，就是讲爱定一个办法，就是袂使互伊后边来。但是袂使讲伊因为伊会后边来，所以讲无爱互伊，这是两款的代志。这我同意啦，这我相信大家同意。对，这点我还搁小可讲一个，咱即摆立法所有法案吼，伊头前弄一个提案说明，内底有一个立法意志，就是我要定这条法律，什么意思？我当初的目的是啥物？啊，咱头拄咧讲迄国情报告迄吼。咱头拄讲2人投票制，尤其是2人投票制一点吼，迄是经过迄阵国民党的
国民大会党团甲民进党的国民大会的党团协商的结果，写这个条文的人是国民党的，国民党一个大佬，今摆还搁伫个，哦，所以立法意志还是表示1轮投票制还是2轮投票制？问伊上知上清楚，哦，所以这唔免钱啦，讲进攻啊，今摆条文写这样，什么意思？讲迄个人是啥？可信的，唔是啊，国民党的，蔡正文蔡老师啊。哦，基本上即卖的文字大部分是移下落来。哦，蔡正元，蔡正文，哦，蔡正文，他做台湾大学的教授是我的老师，蔡正文这蔡老师即卖年纪是较大啦，啊，但是就除非伊即卖袂记哩啊，啊，要不当初这文字是伊年的啦，他毋是讲伊一个人写，全部拢决定，毋是，伊有一个小组。因为一个小组来做这，啊，小组的召集人就是连副总统，所以我即摆意思是讲，相关人等拢有伫的，哦，啊，因的议事记录、议事录记录拢有伫的，查就知影。当初写迄条，即摆宪法增修条文内底迄个意思，以相对多数的一组为当选，这句话是虾米意思？清清楚楚嘛，哦，迄若准清清楚楚，迄就唔免去，莫去熬这个2轮投票制。虽然讲我个人，我是赞成2轮投票制。我搁讲一个，我个人赞成。若要改，要拍等于原形，搁定来就对啊。你要提修宪案，你就提修宪案嘛。修宪案，你袂使讲，因为安尼我即马因为这修宪做歹过哦，所以我即马用修法的这个办法较郑老师跟我讲，藐视国会要共识决的时阵，这哪当达成所有113个人都共识的时阵，修宪案也不是困难的。不，修宪，你到今晚连18岁公民权都没过。对呀，啊，就是讲啊，今晚因为咱还佫剩10几分钟吼，还佫一个也未讲到，调野吼安怎看不在籍的投票？哦，这条就真大了吼。移转投票吼，一在境内吼，依法申请着跨县，吼，看你倒一关啊，跨县市来投票。所以你以后拢免坐高铁，坐啥等于投票吼，这来啊，特色投票所伫病院、军营、港下投票所吼，通讯投票、邮寄吼，寄着批管，还是会当事前向户籍所在地选务机构来申请，这会影响偌济票呢？咱差不多130万至140万的人是无在家己的故乡，在你的在籍地去工作的人，才130至140，我想应该是搁较济一点嘛吧。较济啦，无遮少。外地一读册，然后30几万，吼啊，国民党吼，王宏伟吼，伊的版本是通讯投票、特色投票所为主，啊，这个苗许婷吼，伊的版本是全国性投票以移转投票实行啦，吼，民众党啥物拢来，吼，啊，行政院版本是公民投票安尼啊，有投票权，会使60天进前申请着移转投票。我先问吴老师，你认为呢？我感觉移转投票哦是会使考虑啦，啊特色投票所投票，这基本上应该是问题嘛不大啦吼，因为基本上它不涉及到投票的，因为在台湾境内要进行投票哦，基本上秘密投票啊相关的流程，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是现在争议比较的通讯投票吧，吼，因为通讯投票是你邮寄投票是你对邮寄，当然就是境外嘛，吼。看有通讯投票的需要啊，通讯投票基本上也是提前投票啊，对吧？因为你转移投票跟特色投票所也都是投票当日投票嘛，对吧？所以其实户籍转移认证哦，你提前申请就可以，但是目前通讯投票一定是提前投票。如果印象没错，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就是因为通讯投票嘛出问题嘛，哦，迄阵时
提前多少可以事先先申请投票哈。拍谁哈？我给你打一个岔，我问一下，我稍微问他一个问题就好。美国的确，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啊，确实存在通讯投票，确实对美国的总统选举造成了很大的争议。但是美国到现在为止，他们今年又要投票了，有没有通讯投票？有还是没有？我只问你这个。嘛是有啦，嘛是有啦。啊，你食饭会记着呗？对啦。啊，当然咱即马，因为食饭记着会记着吼，所以讲咱卖食饭，吼，咱拢食糜，吼，安尼较安全。老师的意见我听有啦，但是问题是讲我即马唔是讲反对讲通讯投票无适合，吼，咱即马要采取不在籍投票哦，一摆吼全部拢来实行哦。基本上嘛是有问题嘛，咱拄仔咧讨论讲国会改革，那么会使一步一步来嘛。我刚讲移转投票、特色投票所投票，基本上可以先实行了哈。但是在这个通讯投票这部分哈，如果涉及到治安问题，或者涉及到我们在这个敏感的议题上意见较侪，我觉得可以先暂缓。如果在推行不在籍投票这个部分，因为毕竟你看国民党的立委的提案方式。内容也是有一些差异嘛，哈啊，民众党当然是什么都要，但是问题是讲反正伊就是一个窗口，我基本什么拢啊，进来互你两边咧吵嘛，所以我刚刚讲，以行政院的立场，你看他的做法就是我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嘛，公民投票嘛是行也先开放移转投票这个部分，那未来当中是不是能够进一步在移转投票拓及到其他的地方型的投票或中央的投票？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啦。我经历过，郭老师的意见是通讯投票，因为治安，因为即马现主席两岸可能也敏感。所以你认为还可小等一下？是啊，那我讲一句实在，通讯投票，你要去中国，你怎么办？你怎么在中国办？我们要在哪里设一个投票所，让他们在中国的台湾民众对啊，是啊，要寄去对，咱票要摕去中国队，互因投票，过来因要寄回来，咱要认证。第三，美国人伫中国，美国人拢是。问题是无共啊，是啊，俄罗斯也在。会使啊，对啊，咱伫咧中国，咱无大使馆。人即马拢有迄个电子的邮件。所以讲一句话尔嘛，就是不信任嘛，卖好投票嘛。对，因为讲伊即马人伫咧大陆，其实你投票出来，你票寄出来，中间呐，可能阿强啊，因遐邮政人员会偷换票啦。哦，会污染票啦，哦，所以可能拢会发生，所以咱无法度处理，哦，所以讲因为安尼，所以咱卖有通讯投票，安尼敢合理？民众党的态度，伊是讲吼，伊讲第期公投我无咧插民众党伊的态度先，因为我本身是咧教册，就合理来讲应该一摆，唔是安尼，要分阶段来处理，这是我是接受的哦。但是我是认为安尼啦，咱本身政治权利有投票权，这是人权，对不？联合国有一个人权与公民权利公约英文的名我就莫讲哈。咱因为咱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咱唔是签约国，但是咱讲过这条，我们绝对遵守。咱基本上，咱中华民国对这个公约内容90%以上，咱拢是有遵守。但是这条，所以你会记得，今年1月13投票了后，外国的记者来，因看到讲咱台湾袂使不在籍投票。有一个韩国的记者讲，他没有想到全世界的 IT 产业最强的国家，讲。基本上还在用最传统的投票方式，连印尼这种发展中国家，那因为咱台湾做者印尼来咱台湾工作的这些朋友嘛，因伫台湾会使投票因伫台湾会使投票，咱政府同意因伫台湾投票，选因国家的总统，这是有影哈。所以我讲重点是这点尔，人权上面咱每一个不管伊伫倒位。只要他没有被褫夺公权，伊就会使投票嘛，伊就应该会使投票嘛。你各种的行政啦、国安啦，足济的原因
你袂使来主动伊投票嘛。哦，因为我佮讲一个，咧做兵的人，伊敢有去用褫夺公权？啊，为什么因袂使出来投票？因为什么袂使用通讯投票的方式去投票？你甲我讲。所以特色投票所是可以的啊，都老师讲过嘛啊。基本上有没有通讯投票这件事情，跟我们国家有没有限制他投票，他投票权还是拥有啊。今仔也不是讲政府讲你袂使登来投票，你嘛使登来投票啊。只是讲咱来设计通讯投票这部分，在两岸的关系中，当然咱会可啊。你讲在新加坡的咱驻外大使馆，那边设立一个投票所，我觉得这个 OK 啊。但是确实啊，中国这个问题我们本来就要关注了嘛。这个不是没有剥夺。我们没有说你在中国生活就不能回来台湾投票，你还是可以回来台湾投票，这跟脱北有什么关系？吴老师讲得有清楚啊，Q 老师也讲得真清楚啦吼。两位，恁感觉这个，因为吼，这投票吼，咱大家基本上到目前为止，90%以上拢信任讲咱台湾的这投票算公正。啊，若万不利，若失了一个决策，吼，啊，就开始会吵来吵去。啊，是不是爱考虑这，还是讲这不在这个考虑的范围？或是我先讲啦，你讲特色投票所投票，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监狱、医院、军营嘛。金马保现在你是剥夺这些人投票权，这是我们不应该的，这早就应该改的。哎，这早就应该改的，是我们不做是不对的。转移投票，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意见啦。好，起码卡在的是提前投票，我想其实提前投票也可以啦。好，如果投票所提前投票，刚老师讲这些都没问题。现在唯一卡在通投票，但我大家注意一点，民进党有讲到哈，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因为宪法里面规定总统的投票是要反国新式投票权另于法律定制的，好，所以他认为就是说那个关于总统选举是不能进行通讯投票，好，我同意这个东西可能宪法上面有争议，但我今天回过头要问啊，是不是只要总统不要通讯投票啊，其他都打任何意见，看起来是嘛，对不对？那就说总统不准通讯投票嘛。其他通通做下去啊？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到现在只有公投才能转移投票？我就转移投票，提前投票嘛。你今天如果你今天投票前3个月回到台湾来，我开一个投票所给你投啊。啊，转移投票这些东西也是要登记的啊，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你就把总统那块拿掉嘛。立法委员对岸多寄几张选票回来，是大概有人在 care 吗？那如果没有宪法争议，就先做嘛，对不对？你就先好去倒嘛。立法委员是差1席差2席吗？没嘛，你就先做啊。今天只要把总统这件事拿掉，我跟你讲，大家意见都赶快，是，对不？啊，你新做啊，不要再去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你就说总统这一块因为宪法的规定，所以总统不可以，其他都可以。哦，你的意见就是安尼吼，还民红呢？我是感觉就是这个特色还有转移，因为很多人，我就是不在籍的人呐、啊。几乎就是每次，尤其是阮走政治，大概拢上无闲的时阵，投票日就是咱来食头路上艰苦的日子啊！你哪有闲去登去投票？啊，你若转移投票，阮当然嘛用投票啊！啊，这个是可以啊，我就觉得 OK 啊。但是你通讯的确是有中国大陆的考虑嘛，你要去投，好，那如果说啊，除了中国大陆啊，其他拢会使，那也可以啊。好，那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人嘛是爱个陪转来投啊，所以说而且吼，我是感觉大家本来拢感觉这个选举台湾是应该是无问题，有公信力啊或怎样，问题是去年的投票刷了后，民众党的人出来讲做票，这人就算个人咧讲你做票啊，你连迄最传统的迄投票方式。哈，无啥物电子的嘛，无啥物通讯的，拢讲有人讲你做票，啊，说讲去甲伊看是不是底层先铺一层什么谁的，然后再铺那个什么第2层才是谁的。啊，如果这样子，你的选票的争议性还是这么大的时候，你再往前推这些有的没有的，我觉得那个未来选举就是吵架吵不完，尤其是电子的东西，我听说欧洲也几个人本来也是，以前的国家本来是用电子的投票方式，后来都改回传统的投票方式。那你通讯投票的东西，到底现在那如果说你通讯投票好，中国大陆不要讲的时候，我们在其他国家有代表处，好在日本啊，万一有人说日本做票或是怎样，
那所以说现在就是，我觉得当然了，这些侨胞，我也可以想到说啊，他们的投票的辛苦，因为我要回台中一趟投票也很累，然后他们要从美国或日本回来，当然也很累。可是说这整个投票的公正性跟严谨性如何维持？如果可以得到一个较确保公信力的方式的时阵。我们来实行是 OK 啊，不是这林权嘛，这大家讲的啊，林权代表是林权。啊，如果那是总统先买，其他的来开始呢？其他的立委嘛是国号的啊，嘛是中央级的啊。啊，你有地方，你要到地方，迄有较有意义，会使啊，我同意啊。你要寄一张票，还是要设一个投票处投地方议员？啊，侨胞讲，这议员是啥人？这议长是啥啦？总是要用试看卖吧。我最后讲一点就好。若准讲要互大陆的人，或是个咱怀个国家的内底居民袂使通讯投票，请定法律，定一个法律讲，恁要去在大陆工作的，是的，你就没有公民权。哦，你要去俄罗斯读册。